国际新闻，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，这是美国甲加拿大边境彩虹桥发生汽车的爆炸案。目前已经知影造成2个人死亡，也有一个边境的官员受伤。不过美国甲加拿大2个国家已经初步认定这不是恐怖攻击。 美国加拿大边境伫汽车爆炸案发生了后，马上关起来，甲问责进前超过4900万人回乡过节。这时阵发生安尼代志，是记者敏感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用尼加拉瓜地方警局上新的消息，甲纽约受招的加拿大边境这一边无已经知的威胁。了伫社会媒体 X 大文，警方并无大量投入引擎或者是调查。 根据一个警方高层的讲法，彩虹桥顶悬爆炸汽车来自美国，爆炸地点伫美国境内。这台车去加拿大方向中途，往美国海关站。目前也无清楚，听讲是2个拢是男性的死者国籍。纽约州长霍克表示，无现象显示这是一个恐怖攻击事件。这车受甲真严重，只剩引擎残骸。 My God, it's a car, and it's a vehicle, and it's flying through the air. He hit the concrete barrier. 在这发生的时阵，美国总统拜登高度关切事件发展。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被问到媒体报道是恐怖攻击，伊表示这爆炸情形真严重。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。